今日3月嘅開始咁我哋嘅進車量仍然係好高啊！今朝已經花咗一段時間去調動啲車啊！今日終於唔使解決咁多疑難雜症啊，唔使啃咁多豬油骨啊！今日全部都係換油啊 ！S 換油，456 GT 換油 ，R16 換油，富利南都係換油啊！日日都係俾我可以做換油咁就好啦，我唔使搞咁專業啊，真係。想得美啊！你做夢啊！我哋唔係快修店，但係點解咁多客戶會揾我哋做保養呢？如果我哋換個油嘅時候，我都會做一個全車檢查，有份完整嘅報價單報俾客，而且還有一樣嘢，還會根據一個車嘅車齡、車況同埋車主嘅駕駛習慣，會出一份完整嘅保養方案俾佢嘅。還有一啲車嘅所有嘅放油嘅油液，我哋都會放出嚟就睇下分析。例如個車齡有啲年份啊，波箱油放出嚟好黑嘅，我哋都會建議車主下一次會縮短個換油距離，唔好跟原廠8萬，就可能縮短到4萬或者3萬公里，下一次嘅換油，或者加啲添加劑去令到架波箱延長。譬如還有好似而家新啲卡宴啊，各種有分動箱嘅歐洲車啊，佢哋喺路程短嘅市區入邊，例如好似澳門啊，我哋香港咁，路程太短嘅，彎路又多嘅，佢分動箱每次嘅接合離合嘅次數都會比平時嗰啲路段高，所以我哋亦都建議嗰啲分動箱，你話唔可以跟原廠，都會比較早啲，可能2萬零公里啊、3萬公里就要去換一次，做個匹配啦。所以根據我哋20年嘅維修經驗，再加上我哋睇咗好多無數嘅保養嘅指引啊，先至可以做到依家根據車主嘅車況、車主嘅使用習慣、駕駛習慣嚟出呢啲嘅保養方案出嚟啊！所以今日呢個視頻你哋一定要點讚加關注，最好分享俾啱啱買二手車嘅朋友。如果一台二手嘅車翻嚟，你真係跟原廠嗰個保養時間理數嚟換，一定係死硬㗎！歡迎喺評論區討論下你嘅車型應該用啲咩保養方案。